咱來想看，做一個基督徒，咱到底有什麼款的身份？這個身份都有什麼款的責任？咱來看拄只的聖經彼得前書第2章第9節，這段經文中間有提起到信徒有4種無同款的身份。第一種被揀選的族類，是王家的祭司，是聖潔的國度，是屬上帝的百姓。其中有一個責任，就是愛去宣揚上帝個福音，傳迄個救人出黑暗入光明國度的耶穌基督的福音。每一個身份攏帶有責任。咱今日要來看的是第一個身份，就是被揀選的族類。這個身份有3種意思。第一個意思，咱是被上帝揀選的選民。第二項，就是咱既然被上帝揀選，咱就變做有相款屬靈血統的一群人。最後一項，這受揀選的族類，嘛是代表咱是一個合一三條的團體，因為上帝恩典的揀選，聖經中間安尼講，不是恁揀我，是我揀恁，而且要派恁去結迄個雙雙的果子。